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恒大还果然有消息了啊！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说据港媒消息，恒大集团原主席许家印的香港山顶不离境10号义乌别墅大宅被曝光大面积违建，其中一间未售出的独立屋违建超过6000平方尺，包括大宅正门位置超过1000尺的平台向上加高，底下第一层被指挖空回填区，新建地牢，估计约5000尺，也就是大概465个平方。据香港屋宇署披露，其发现不离境10号义乌地下户外位置加建了什么违建物，位置是一个平台，有铺木地板和混凝土，亦有楼梯分别连接大宅正门及旁边通道。房屋原有建筑图显示，该屋平台连接这个车位地方本应是平地，中间并没有楼梯或高低差，向上违建加高了平台，估计面积超1000平尺。另外，这个在建筑物底层和地基之间曾经挖开过的区域叫回填区，怀疑有人重新挖开这个区域，用来违建这个地牢。这个香港人说地牢是不是指的是地下室港媒报道说，不过文件没有说明地下第一层被拆除的墙以及这个违建物的位置、面积等详情。据悉，该房屋曾在今年6月被香港屋宇署勒令清拆及什么丁弃该书指出，大宅地下第一层被大规模违法改建或扩建，物业接管人将委聘专业人士跟进清拆令。同屋院内另有独立屋设违建，将向其中一间发出清拆令。之后开挖较大的区域，也要按照图回填。这个说的比较拗口我读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有钱人也别说有钱人吧，就是一旦你买了房子，不管你买多大的房子，好像总觉得不够。你看看那个什么香港的山顶不离境什么义乌别墅大宅，那个宅子好像至少有7、8层高吧，我记得它一共是3、4套嘛，3、4栋一栋都是7、8层高那得多大面积完了，许老板买了之后他还嫌不够，后面搞个车库，下面再搞个地下室，再往前拓展一点，这说明什么呢？充分说明人的这个私欲人的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填满的。就你这么大的房子，他还要扩建，对吧？他总觉得还是差2个车位，他总觉得还差个地下室，非要把那回填的地方掏空，给他那个。北京很多那个别墅区也是这样的北京的很多别墅区，它最扎眼的是往外扩张，就地面上往外搭建4大乱建，这个太显眼，对吧？那城管马上就来，然后就发生纠纷。好，你不让我在地上整是吧？我就往地下整。所以那些买了别墅的那虽然那别墅都500平、800平的，他还要往地下挖，在地下还得挖几间出来，对吧？白天不让施工，在夜里施工。北京很多别墅都这么干。这地下抠出个31厅来，就充分说明房子多大的不够。所以对吧？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还是有前途的。那只要你有钱，对不对？你总是嫌小嘛。我们现在人均40平根本就不够对吧？你希望人均80平，等到你有钱了，你希望人均200平，对吧？你许老板人均多少平那房子多大他人均1000平，他还不够，还得加2个车位，对吧？还得抠2个地下室出来。这个说这别墅你再看看新闻就知道了。这个北京那个2环里就是黄城根那胡同里面，以前经常有媒体报道，就好多人就走那个不是4合院嘛，他们就往地下抠，也是夜里施工往地下抠，在地下抠8、9米深，地下抠2层出来。后来终于有人把那个地面给抠塌房了，才暴露出来这个新闻特别多，对吧？这个说许老板为什么要去这个违建，咱也不知道。这个地方违建到底严重不严重，咱也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个他买的房子再大，对吧？他花的钱再多，他买的房子再多，他总是不够。那许老板在深圳豪宅，对吧？这个还广州豪宅、香港的豪宅，在河南老家还有祖宅，他都不够对吧？实际上他每天睡的不就是那一张床吗？那么那床2米还宽了一点，那自己能睡的地方也就1米，他就是觉得不够，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不光是一个人我觉得这恐怕跟咱们中国人这文化有关系，这不是个别现象皇帝也喜欢修行宫嘛，《红楼梦》里面就连那个落魄的乡绅甄士隐，对吧？在城里面有房子，乡下也有房子，城里的房子烧了，人家跑到乡下住。
乡下待不下去了，乡下闹匪乱了，好，对吧？跑到这个老丈人家住，就是房子有多少都不够。我们再说说这个李超人啊，最近啊，关于李超人的这个负面报道特别多。为什么说负面报道呢？首先是网上传，对吧？超人要把他的那个发家的那个以前老宅啊，就是深水湾那个豪宅要卖掉啊，以此来说明这个李超人要跑了。这个第一财经报道啊，说近日一则关于李嘉诚打算出售香港婚房的消息在网上流传。该消息称，香港首富长和系创始人李嘉诚要挂牌出售自己名下在香港深水湾79号的老宅，报价50亿港元，折合人民币45.7亿元。8月4日，长实向记者发来邮件称，就近日有个别网上及社交媒体谈论深水湾79号物业之出售有关信息并非事实。同时，长实集团主席李泽钜也作出澄清，我们从没有打算出售深水湾79号物业，个别网上及社交媒体有关出售深水湾79号物业之报道及贴文内容全属虚构、穿凿附会，并无事实根据。同时，这个联合早报也报道啊，这个联合早报说李泽钜说事实上网上经常出现有关他与家人的消息，当中大部分出于捏造，有些不符情理，有些不符逻辑，有些甚至讹骗之嫌。鉴于诈骗个案猖獗，他借此机会呼吁各媒体和各界人士切勿轻信或参与散播谣言，以免误坠诈骗陷阱而招致损失。这个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啊，关于这个超人，那是网上有一批人是盯着他的，哪一批人我也不知道。也就是超人做什么都是不对，对吧？超人卖这个大湾区的房子，惠州的，对吧？最便宜的是8000一平米啊，然后还中山吧，还有广州这个项目啊，他不在卖吗？好，网上就说你看看这又是要跑啊，清仓大甩卖啊，人家在北京那个项目，那名字我忘了啊，人家打折出售，然后给老业主补偿，对吧？补偿款或者装修，因为他卖的便宜了嘛，老业主买的贵一点，人家给老业主补偿，哎，这个好像也是叫停了。不让，或者是他是迫于压力吧，就是李超人做啥都是错的，他误盘不卖，对吧？如果他这房子不卖，那人家媒体就说啊，你看他误盘不卖，当时是4000一平米买的这个地啊，现在卖4万，他都不卖，误了20年，他卖吧，这叫跑路，你看清仓大甩卖也跑路，对吧？然后还制造谣言说他卖老宅，这些，总之有一群人盯着他，就是他做啥都是错的，这个确实也让人心寒呐。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实际上很简单啊，就是本来有人呢要把这个房地产低迷，这帽子扣到谁头上就比较好呢？对吧？这个责任，这黑锅的有人背啊。徐老板这个体格太小，背不动这锅，对吧？那什么杨老板啊、孙老板那更背不动啊，对吧？你让王石背吗？似乎也背不动，这个锅得有个人背啊。我们这个目前的咱们采取的这个房地产的模式啊，尤其是前20年啊，这个什么预售制啊、公摊啊等等啊，都是从这个香港学来的。所以这个帽子扣到，对吧？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比较好，那香港的房地产开发商谁呢？对吧？其他家也没什么好扣的，扣了大家不一定认识，所以扣在超人头上比较好。而且超人一直给人感觉就是不听招呼，始作俑者居然全身而退，一点问题没有。然后这些，对吧？这个万科啊，这个碧桂园、恒大、融创，甚至连香港的什么新世界，现在都，对吧？要死要活的，这你说谁受得了？这不就更加讨人嫌吗？就是更加叫什么容不下。你说他居然一点事没有啊？万花丛中过，这片叶不沾身。常在河边走，人家就是没湿鞋，这谁能受得了？所以就专门有一批人盯着他造谣，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逐良币啊！你不管他是什么原因，人家没有搞个大窟窿让你大头来补，对吧？人家没有搞个项目说让你来保交楼，人家没有欠员工的钱，1毛钱没欠，对吧？也不欠员工社保，对吧？人家那个搞的那些项目没有农民工去维权说要钱，人家是清清白白的，然后就偏偏这样的人在这儿待不下去。是吧？遭到别人的嫉妒，就有人必须把他搞臭。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劣币逐良币啊，对吧？我不知道这个超人他脑子是怎么想，他说是什么个意识形态，但是人家不管什么形态啊，人家做的事情没毛病啊，没留一个大伤疤、大窟窿让你再填呢，对吧？你要说他什么捐款、慈善，那他可是非常低调啊，人家低调慈善几百亿，做好事不留名，这样的商人在这儿待不下去。喊打，所以你
什么情况？哪里出了问题呢？这个问题啊，这个背景不搞清楚，你说经济怎么好得起来？也好不起来。李超人什么时候撤呢？他什么时候把那个东方广场给卖了？说明他真要撤了，否则他谈不上撤，他往哪儿撤呢？对吧？他那么多财富，不是往这儿投，就是往那儿投，全投到海外，他放心吗？他也不放心。所以呢，他那么大资产，这儿到那儿，那儿挪到这儿，跟着这个行情，对吧？跟着这个资本的流动，人家挪，这很正常，对吧？我们只能在这个国内配置，对吧？你只能在沪市、银行还有什么这之间进行资产调配置，对吧？人家是全球全行业配置，对吧？码头生意好的人家就配置码头，高速生意好的时候，人家就配置高速，自来水、燃气、电信效益好的时候，他就配置这些，对吧？无非就是这个。所以说，李超人到底做了什么，这么招人讨人嫌、招人恨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说的是什么个宝龙集团董事长宣布破产，负债1个亿，发视频请求大家再给3年时间。大家看视频啊。我是曲力宝，91年负债了1个亿。这2天有太多的债权人在视频上看到了我也仅只能记住经常跟我打交道几个债权人的样子。很多的合作伙伴由于我的原因，导致大家没有拿到什么钱。在这里，我真的对不起你们。但是请大家放心，我没有跑路，也不会逃避。我现在就住在上海后面这个小区柳湖锦亭，请大家给我3年的时间，我会努力还上这1个亿的债务。我要先把我这20多家公司所欠员工的200多万工资还上。虽说这不是我曲力宝一个人欠的钱，但是我有责任，也不忍心看见大家的辛苦钱、血汗钱拿不到。也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人不死，债就不会消。由于这样的视频在网上比较多，我随便一刷都能刷到一个，都是破产的企业主，或者是曾经的这个也是叱咤一方的人物，破产了，失败了，然后他就拍这种视频，这个真假难辨啊。这个宝龙集团董事长叫曲力宝，已经破产了，负债1个亿，他恳请债权人呢给他3年时间。在这里我想说，因为我对他这个宝龙集团我也不了解，对吧？他为啥破产我也不清楚。我个人认为啊，他既然走到这条路上，应该，对吧？也不要什么顾及面子不面子，应该勇敢的到法院去申请破产，破产清算，不要再拖了，对吧？给你3年时间，实际上你是越陷越深，而且这3年时间你会害更多的人，对吧？有人为了搭救你，被你所感动啊，就是他看好你，哎，又借给你3、5斗，再借点钱给你，也就是帮你加仓，本质上是害你啊，也把他自己害了，对吧？这个就像极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吧？有人还在帮普京，给普京加仓。那是既害了俄罗斯，又害了他自己，就不如这个时候出清，对吧？你失败了嘛，这个你已经破产了，别再撑了。这个正好用叫市场化、法治化，破产清算，完了之后自己呀再重新开始，对吧？你撑的时间越长，越苦苦支撑，实际上害的人越多，自己也越陷越深。不要执迷不悟，因为这一次这个调整呢，这个幅度、时间长度，对吧？深度。你都是难以想象的，不是说啊明年就好了，后年啊咱们就稳住，然后就开始回升了，经济又马上活跃起来了。这个湖北日报报道啊，他说湖北一地人才购房最高补贴100万，哎，这个可以啊，对吧？现在补贴100万了，这给什么人补贴呢？8月5号，在武汉市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啊。桥口区介绍了该区新推出的关于进一步激励人才、引领支撑桥口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其中明确高层次人才租住公寓可享3年免租，博士、硕士分别免租2年、1年。今年底前 ，A 至 E 类人才购买指定商品房可享受20万至100万元补贴，博士、硕士则分别可享12万、8万元补贴。这个享受100万补贴的不知道什么人啊，恐怕是国家级人才啊！补贴的力度啊要越来越大，否则对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我们再看一篇感想啊，网上一个网友啊，北京的，他写了一篇这个关于深圳的印象，说这个深圳回来后后劲很大，就是他去了一趟深圳，从深圳回来之后啊，后劲很大。哎，他这个我看了一下，他是写的跟我感受差不多。
所以我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作者说啊，他说作为一个每年至少去广州10次以上、香港5次以上的北京人，竟然这次第一次去深圳。一直以来，深圳在我的印象中，现代化、精致、土的形象，精致的土，也就是土的可以，你知道吧？土的出奇，就这是他的，他没有到过深圳，那时候这是他的脑子里的印象，对吧？就是叫先入为主了，他就认为深圳就是土的精致。他说原因很简单，都是外来人口，大家的目标都是赚钱，城市文化根基基本没有，在我这个年代人的心里啊，那就是当初画的那个圈。深圳初印象，城市建设中现代化很精致，毫无土味，也就是他这次去看的啊。外来人口多，但人员素质普遍符合当下的社会状况。另外，南方人比起北方人性格中多了一份柔气和平和，节奏快，效率高。餐饮及各种服务业效率至上且热情，整体体验很舒服。说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确实有限，但新的城市文化在新一代深圳人的生活中默默构建，形成它独有的城市底色，被傍晚的深圳湾所折服，被大梅沙的万里晴空所动容，被美术馆中的艺术所吸引，被商圈文化的氛围所迷惑。深圳回来后，总会想到哪条街道还要再去看看，哪个商圈还要再去逛逛，哪家蛋糕还要再去尝一尝。如今已经是全球一体化的销售模式，什么买不到、吃不到、看不到，但深圳带给我的快乐是值得回味的。这个作者啊是北京人，他经常去广州和香港，他就是没去过深圳。然后他对深圳抱有偏见，认为深圳都是外来的，都是去就是奔钱去的，挣钱。所以说啊，土的可以。正巧啊，我广州、深圳、香港都没少去，对吧？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也是一直对深圳啊推崇备至，让年轻人呢最好都去深圳，这都是有道理的啊。首先一个啊。这个深圳呢，虽然跟广州、香港在一块，它的气候，对吧？它的那个环境啊，跟广州、香港一样，但是啊，它的人文还不太一样。因为去了都是深圳人，只要你去了，没有谁说瞧不起你，说你是外来的，因为他也是外来的，来了都是深圳人，都是建设深圳。但不像你去某些城市啊，他都有本地人，对吧？祖宗4代、5代、8代都在本地，所以他看你呢，对吧？都是乡下人。就像这个网友说的，他看谁都是土，那可不吗？你跟北京比起来，你就是土，他都是先入为主啊。所以你看深圳，它一气候好，2它不排外，平等，对吧？只要你愿意打拼。这里面说的啊，深圳的服务啊，这个网友也说了。餐饮业及各种服务业效率至上且热情，这个我是对深圳的餐饮业我是赞不绝口啊！这个全国多少地方我都去过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深圳的餐饮服务是最好的。无论它是大餐馆还是小餐馆，无论是这个5星级饭店还是路边摊，它那个服务反正比别的地方要高，我觉得比香港要高，对吧？我以前在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我经常举例子，你在北京吃饭，餐馆里面到了9点，人家可不管啊，关了就开始关灯了，然后就你那一桌灯留着，然后人家就开始扫地洒水，就是擦桌子了，已经不光是北京啊，很多地方都这样。到吃饭吃到10点，人家才不管你，马上就来，哎，就催你买单，说我们的这厨师要下班了，这个收银也下班。但是你在深圳很少遇到这情况。有人说那是深圳人家营业时间晚，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服务意识。在北京啊，你很多餐馆它没有什么服务意识，对吧？你说服务员给我来包餐巾纸，人根本听不见，对吧？你伸着脑袋，对吧？举着手在那喊服务员，人家也装听不见。哎，偶尔你非逮住一个，对吧？你说大姐给我来包餐巾纸，人家扭头马上就喊一声，给几号桌来包餐巾纸，人走了，不归他管。后来没办法，对吧？在趁人服务员走到你边上的时候，一把人揪住啊，对吧？说你给我来包餐巾纸，你去拿，现在就去拿，人家极不情愿的，对吧？给你找一包餐巾纸来，那都是这种服务啊。服务员明明知道你在找人啊，他那眼光就像像极了啊那个中学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眼光一样。这老师一提问说，哎，下面哪个同学回答，大家把头都低下来了，避免这个目光跟老师目光接触。这个北京的服务员也这样，你一伸脑袋，他一看你要东西，他就把头低下，看别的地方。我说的北京，在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啊。这好点有限，但是在深圳你不用担心，在深圳你只要头一抬啊，你在闷头在这吃，对吧？你只要把头一抬，保证服务员就过来了。人家有服务员在那专门巡视啊，就看顾客需要，对吧？你把头一抬，人家就过来，问你要啥，这就是服务啊。所以说年轻人去深圳打拼没毛病，或许深圳啊有那样的这个不足之处啊。
但是相对这个全国其他地方，那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犹如深圳的人啊，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所以他穷讲究的也少，对吧？有钱人和没钱人不太好区分开。有很多人呢，这个背个破包或者加一个破包，穿个拖鞋，穿个短裤，身价恐怕都是过亿的，比比皆是啊。相对来说，他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啊，适合年轻人在那混。当然了，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啊，这个咱们不能说那么极端呢。北京有北京的优势，有它的缺点啊。上海也一样啊，上海有上海的优势，当然也有它的缺点。所以这个作者说他去了一趟深圳以后啊，这个回来后劲很大。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